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先救我，先救我！你过来这边一点嘛。他也先扶我。随便的。过来！直接我们这个。打输了，打！操你妈的！嘿嘿，这就是死。我错。失去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的呢？对。你喜不喜欢练体质？什么不对？哪个？你下个去。我一会儿去问。不是一个。
是3分，我一个错，这福利好像对不起，就是飞呀，兄弟！你搞得不牛逼啊！这个小哥。